吵什么吵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酒真的是好东西啊，简单粗暴。父皇，我能把你的救到这里了啊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啦，加油！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为何忽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已久的幸福，在身边栖息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我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蠢女人，真的是你啊！你干嘛？我警告你别过来啊！我练过的，我会凶鲁孙大石。你别过来！你给我走开！好刺激呀，非礼勿听。我简直就是天才嘛！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别过来！我需要，我需要。走开！走开！记忆中的那个你，为何忽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看着你了。幸福在身边栖息。记忆中的那个你还是老样子，其实我从未一点都没变。我的呼吸，谢谢你，我在回忆，谢谢你一直辛苦的等着我，蠢女人。清晰。记忆中我真的好想你，为何真的好想你。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已久的幸福，在身边栖息。我曾经答应过我自己，如果你有事情，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赶到。我发誓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丢下你的。清晰。别再调戏我的神经了！ 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我是要，我是要，我是一只爱上人的羊。我是要，我是要，我是一只爱上人的羊。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喂，喂，人将，峰峰什么情况？没有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。你说奇了怪了，峰峰到家了还给我打电话了呢。我现在赶过去，我们在那儿会合。好，随时联系啊。
复活。我现在就要替天行道。蠢女人，蠢女人，蠢女人，蠢女人。还有脸说话，还有脸说话！像你这种玩暧昧，经常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来调戏小女生的小公狗，就应该千刀万剐！还好我道行高，经得起诱惑，要不然我又上了你的当。去死吧你！我可没拦着你啊！你要是打得过他们，你就出去吧。你简直……我简直什么呀？我不用这个方法，你能回来吗？怎么着？现在连陪爸爸过个平安夜都不行啊？真是搞笑！你一个土豪过什么洋节啊？啊，不对，我错了，就是土豪才过洋节。嘿，臭丫头，什么态度？我是你爸，好好说话。没办法好好说话，是你动手在先的。我真的有急事，你快放我出去！急事儿，急事儿，你能有什么急事儿？你不就是读个破书？我对你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。你要去追什么扎人梦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现在你要找男朋友，怎么也得告诉我一声吧？你都知道啦。丫头，你还有什么能逃得过老爸的法眼呀？不过你这眼光未免也太……那个男的太弱了，靠不住。太弱？怎么可能？他那么 man， 高大英俊，帅气英武，比你还能挣钱呢。都霸气侧漏成那样了，还弱？夸张，你再夸张一点，粉饰，你再怎么粉饰，他也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。哼，我知道了，你呀是在嫉妒他。不可能，绝对是。哎，你自己看看，你敢说不是嫉妒哦？我嫉妒他。他。芳芳，芳芳，芳芳。静静不是说马上就到吗？芳芳，芳芳，芬妮，芬妮，你抬下胳膊，你压着我了。你对我干了什么？喝错坑了。
给我松开！还满意吗？给我松开！给我松开！打我呀！打我呀！芳芳，芳芳，谁啊？哎，芳芳，芳芳，你干什么？芳芳呢？芳芳呢？打我呀！芳芳，芳芳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？哎呀，没事吧？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就是打的手有点疼。我看看。真没事啊。东方，还说。东方，哎呦，家法，蠢女！老大，你没事吧？老大，东方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也不能怪他们啊！他们喝多了才什么？东方，我们时间是不是已经晚了？我们快走吧。今天就饶了你们，回头再找你们算账。东方，走。东方，东方，你别说了，这回那个闯大祸。老大，东方，东方。今天，对不起啊，错过了跟你去看烟花。没事儿，又不是你的错。怎么连元宵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怎么教小孩子的？小皇帝天真可爱，只可惜没受过正规教育，再加上天天跟李欢他们混在一块儿，难免会沾上一些邪气。峰峰，为了我，也为了你，答应我，以后多想着点自己，好吗？黄辉，元宵它其实……峰峰，好，我答应你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哎，对了，静静呢？我也在联系他，刚才还说在路上，后来就联系不上了。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先送你回家，一会儿我再联系他。走。让人跟踪我，还让人打我朋友，我讨厌你！你这个老糊涂！臭丫头，你才是个小糊涂！就算我打错人，可你说你现在算什么？怪不得你之前不来骚扰我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想通了，真的明白我真的让我去追梦，结果你根本就没变，还是那么蛮不讲理。之前对你所有的好感，今天全都退回去了。你再一次变回了那个最让人讨厌的土豆老爸。没错，我也要收回对你的信任。之前对你宽容，误会你有想法，有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东西。可现在看，你根本就没长脑子。你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去给人当后妈，你丢不丢人呢？什么后妈？那都是我想，人家都还没同意呢。你还没同意？那你现在不是倒贴了吗？哎呀，我人性一辈子聪明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傻货？哎呀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我有事，我要出去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，好好待着。我之前就是太宽容，让你出去，才闹出现在这么多事儿。从今天起，你哪儿都不许去，直到相亲成功。啊，相亲？你要让我相亲？妈，我爸他爹打我。我不会再吃你这一套了。你说，
爸，你别说，大哥这个手是挺温暖，难怪他是个情圣呢。只要你没看上我们家芬妮，你怎么摸我都行。你想思维一下，他还活着吗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软禁？啊，一哭二闹三上吊都不管用了。那不如逆向思维一下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看着你，你还是老样子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我真的好想你。一次蓦然回首，你我还以为你真回来了呢，回来又怎么样？还好我有定力，把持住了。留下名字。给我蹲地点！老大，他知道错了。你看，你以前让他这样，他也不这样。算了吧。对呀，这都蹲了1个小时了，一会儿还上幼儿园呢。我们好不容易给他弄到幼儿园，学的什么呀？学的就是趁人之危。老大，他还小，不懂事儿。不懂事儿？我看他太懂事儿了，竟然算计到自己亲爹头上了。平时小打小闹就算了，小小年纪就这么多鬼主意，日后还了得啊？这是道德问题，我绝对不会姑息，严惩不贷。快，给我蹲好！大哥，别打鳄鱼啊！啊，快去幼儿园给他请假！你们都给我撤！哎，去，快下去！滚！哼。姐姐，皇上怎么还不来啊？皇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出事儿，是没脸来吃。吃饭。店里的生意都做好了吗？还操心人家的事儿。吃饭。你去，叫我干嘛？一波，你过来。去。大哥，你说，昨天晚上我对冯峰有没有做什么、说什么？你做倒没做，你就是提过，你就说，你这个臭女人，你这个没教养的女人，就你平常说那些。
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我做了什么呢。什么？没什么，仅此而已吗？他就猛打我的头，这太不符合情理了吧？大哥这是想干什么？妙莲、妙芝是谁？妙莲。真的是你，救小毛驴！你死定了！刘兄，我没事吧？他就是那个穿着花的拓跋大将军，你快帮我打死他！不是啊，我就是个送快递的。福华，他真的是拓跋将军，你快帮我打死他呀！够了！我都说你平时不要沉迷古装剧，你嫌我还不够丢人是吧？行了。福华，他就是那个还有个幕后的拓跋亮啊！好了，平时小打小闹算了，像你这种诬陷别人的行为，我忍无可忍。一波。这位先生，真的很抱歉，是我教子无方。如果你有什么损失的话，我愿意全权负责。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？这位先生，我看看你有没有事。没事。你是不是脸受伤了？我看看。没。哎，你过来，让我看看。这位先生，对不起了，都是我不好。如果你有什么受伤的地方，我让人带你去医院去看看，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如果有什么损失，我全权负责。野波，哎，大哥，带他去医院。好，这边。拓跋亮，你给我站住！我第一次看人犯错还这副嘴脸。昏君，母后就是因为你。够了！我原本打算罚你站1个小时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直到你开始悔改道歉为止。要不别想去等一个人，给我站那去！好。爸，早。乖女儿，这次怎么不上吊不绝食了？哎，你慢点吃，慢点吃。我等一下还要去学校考试，来不及了，我得多吃点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去哪儿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再瞎动什么脑筋，我不会让你出去的。你想让我的相亲对象以后笑话我是一个考试不及格、毕不了业的土豪女儿吗？你自己卖土豆发家致富，被别人笑话多少回了？现在又要让我嫁到别人家里去，给别人笑话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不管，我要去考试，我不要被鄙视。那我以后要是在婆家受到什么委屈，你负责啊？我负责。你看，你又不想负责，每次我有什么事找你，你都不知道跑到哪里潇洒去了，丢下我一个人，孤苦伶仃的，自生自灭。妈，您当初走的时候，不如把我一起带走算了。好了，乖女儿，去吧。好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让他们2个陪着你一块儿，不要再搞什么花花肠子了啊！好啊。哎，同学，你见到任静了吗？任静啊？哦，前几天还在图书馆复习英文呢，这2天没见着。那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哎，她向来神出鬼没的。
喂，芳芳，还是没有消息？我们这边也是啊，都没见着他。李儿也问了鳄鱼，说李欢也在找他，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知道啊。他还有别的朋友或者亲戚什么的吗？那就应该是他的土豆老爸了吧？就算他去他爸那里，也没道理不跟我们联系啊。现在还没到报案时间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啊，不用那么麻烦，因为小孩子嘛，可以理解。哈哈，你也不用见外，我大哥就是爱这么关心别人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早就流落街头了。啊，真是难得呀。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亲人？亲人，有。哼，你别看我原来也是个富二代，我有个老爸，突然消失了，你说巧不巧？哼，我妈呢倒是跟我姐姐他们出国移民了，我还有一个哥哥，现在在非洲做无国界医生。那现在就我孤苦伶仃。那你恨你爸爸吗？恨不恨？不知道。我妈倒是让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，我觉得他有他的苦衷吧。那包药是刚才有位病人我给你拿药这儿的，别跟其他的放混了。老爸对不起你。班内的片药分好了吗？分好了，在小王那儿。你竟然哭了，你是有感情的，不是冷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李欢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有家回不了，儿子也认不了。我要让你家破人亡。这些都是从等一个人拿过来的，都是你最爱吃的，啊？哼！我说你就吃点吧，你不吃你会虚脱的，或者你就大哭，大哭呢，你爸就会心疼你的。给我认真点！老大，他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啊！我怎么没有听到某人说道歉呢？是，把你和妖女关在一起是我的错，我会道歉，也会向妖女道歉。妖女？你是个没教养的孩子吗？人家冯峰平时对你那么好，你叫人家妖女？老大，小孩儿觉得好玩，这不是一直都这么教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平时都是你们惯的，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横。你个昏君，大将军是坏人，害人不浅，还害我母后，亏你还帮着他，你自己混了时日就算了，可不许你拦着我去报仇。又开始胡言乱语的说疯话了，年纪轻轻报什么仇啊？站着！哼！他妈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？还有那个柳儿他们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查清楚了吗？就是冯峰的亲戚，好像的确是来自很古老的地方，见什么人都要行大礼，跪拜什么的。还真的是穿越来的？没这么玄乎吧？你再去帮我查查谁是大将军，还有妙芝、妙莲到底是谁？我去问问。哎，等等，你顺便去冯峰的店里边看一下，冯峰他在干嘛？不像他的风格，这么淡定。按照平时的话，早就风言风语骂我一顿了。哎，还有静静呢？静静哪儿去了？怎么最近这么多的怪人呢？老大，我问完告诉你啊，我先进去了。这孩子的性格还真是和我一样倔。小姐，
什么人啊？哎呀，都是我土豆老爸搞的事儿，快别问了，快走吧！来，走，上车。你这是坑我吧？有车就不错了，总比你走路强吧？快！那你这2轮的也跑过4轮的呀？逆向思维一下。啊，你快走！别再派人跟踪我，我人精可不是省油的灯。再见。皇上太可怜了，皇上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惩罚，他可是太上皇和太后的心头肉啊。别，皇上他会没事的，没事儿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来了，他要整死皇上。是拓跋将军回来了，拓跋将军。谁呀？谁是拓跋将军？你说什么？拓跋将军？皇上太有义气了，为了报仇，居然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。你先别说这个，听说你见到了拓跋将军。你们都认识拓跋将军？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？你的眼中还有一丝丝的兴奋。你不会是跟拓跋将军串通好的吧？你是托我，是卧底！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最好不是，要不然我就去告诉警察叔叔。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谁是拓跋将军？拓跋将军就是皇上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也是他的主人。拓跋将军是有苦衷的，不是你这种等闲之辈能了解的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谁是拓跋将军？谁能告诉我？就是特务！他怎么成特务了呢？吵什么吵啊？哭哭啼啼的成什么样子？做不做生意了？好了，嫂子，不是那个姐，那个去看看元宵吧，孩子一个人怪可怜的。啊，姐姐，求求你了，你去看看皇上吧。我就搞不懂了，为什么每次都让我来给他们擦屁股？我才是受害人，你们问过我吗？不管，不管，我就不管。小祖宗啊，你看啊，这款是138的，这款呢是168的。哎呦，我说小祖宗啊，你就赶紧吃2口吧，好不好？你要饿瘦了，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啊？我不吃。好，不吃不吃，最好别吃。道德败坏的小朋友根本不配吃东西，正合我意。你饿死了我也不管。李伯，你也别管了。大哥，不吃就不吃，我早就看出来你的计较法了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不会被你哄跑的。最好放1万个心。你走开。有些人想太多了。你吃不吃的跟我没有关系，关键是我有的吃啊。叶波啊，听说我们附近开了一家5星级的饭店，那我们今天就去大吃一顿，好好的庆祝一下。走。哎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你们爷儿俩这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呢。哎呀，我这牛脾气啊！牛宝宝，我不管了，我。这小子完完全全是我的种，跟我一样硬骨头，真不知道该开心呢，还是该怎么好了。
么玩意儿？谁的品味这么差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你让开，让开一点！你这老变态！你这老变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受不了了！我受不了了！我受不了了！你这没脑子的家伙呀！你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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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放开我！啊！放开我！静静，你终于出现了。你之前去哪儿了？啊，别提了。啊。所以你上次真的误会我老板了，都是我那个土豆老爸搞错了对象，把黄辉当成了李欢。啊，你们俩就别再吵架了。你们一吵架，我以后都不知道站在谁那边。就算那件事情是我错怪他了，那昨天的事情，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他。我老大那是醉话，这不能信也不可信。我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跟他平时骂冯峰一样，怎么会是醉话呢？就算是，也是酒后吐真言。切，好了，我都知道了，那是元宵调皮，他都受罚了。怎么，你真的不去看看他，不担心他？妖女，你终于来啦！果然是个吃货嘛！看你这还想吃的样子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嘛。妖女，你开玩笑的，过来吃饭。好。妖女，对不起啊，是我错了。不错嘛，皇上都会道歉了，看来战马步还真是很有用啊。妖女，你又拿我开玩笑啦？还是根本就没想原谅我？哎，算了吧，反正我也没怎么样，我还揍了你爸一拳呢。耶！哎，我听鳄鱼说，你见到拓跋将军了，还跟他打了一架。对，那个拓跋亮，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。只可惜父皇他全忘了，而且他还不相信我。我相信。不过有的时候，某些现代人跟古代人真的长得很像的，比如说叶波、芬妮，还有我。我知道，可是他真的是拓跋亮，我认得出他来。可是父皇他，妖女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。来，尝尝这个。啊呜！好吃吗？好吃。多吃点。你又在干什么？我看他睡了没有？睡了吗？睡了。吃饭了没有？那怎么行呢？扒开他嘴也往里塞呀！别，他没事儿，老大。他是我的儿子，饿死了你负责。不是你让他饿着的呀！有病！闪开！老大，冯峰，
谁让你来这儿的？我说了让你来我家，但没有像你现在这样出入自如。你给我过来！小孩子不是物品，你放手，否则我告你虐待。这是我的儿子，不要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女人管。是人就不会这么虐待小孩子的，你放手啊！我为什么要放手啊？这是我亲生儿子，该放手的是你吧？你又不爱他，不想要他，但我爱他，我要他，你放开！神经病！这是我儿子，放手！元宵，元宵，元宵，你怎么晕了？你死了！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快去附近找私人医生，快点，快去啊！这就打电话。元宵，还有你，赶紧准备热水，还有毛巾，快点儿！元宵，元宵没事的，爸爸在。元宵没事的，没事的啊！元宵。妖女，我在这儿呢。没有你放开我！你可算是醒了。唉，我福大命大呗。会开玩笑就代表死不了了。嘿嘿，唉，我有点饿了，我想吃鸡腿、香肠、蛋糕，还有很多很多呢。好好好，你现在刚刚好转，不能暴饮暴食的。先喝点牛奶好不好？好吧。来。哎，干嘛呢？他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他说他想睡一会儿。你这折腾什么呢？做饭啊？他说他饿了，然后你不是跟他说不能吃太多吗？我就想给他做个蒸蛋。你给元宵做饭？你能教我吗？啊？不是，他就好你这口吗？哦。人家答应过，说是要给元宵做顿饭的，求求你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教你啊。我不是为了你啊，我是为了元宵。谢谢你啊。这样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否则有泡沫，蒸起来就不滑喽。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坐。哦。对，细一点，再细一点。我说了要这么细，看清楚了吗？这么细。切！胡萝卜丝要炒过，小朋友吃才会更容易吸收。哦。三色蛋，简单易做又营养，特别适合你这种厨艺不精的新手爸爸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是你做的就都好吃。嘴巴真甜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是我觉得我吃出了真心的味道。谢谢你哦，不过这个蒸蛋还真的不是我做的，是你爸爸做的。
是他的一片真心。其实他刚才真的很紧张你的，你们还是和好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哭了呢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做的不好吃啊？啊？哎呀，这真的是他的心意呢，他做了很长时间，你怎么着也得领情吧？不好吃，咱们就不吃了，啊？爸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爸爸。好了，爸爸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啊？爸爸，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母后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我那天做那件事，是为了让你开心，结果你也没开心起来，反而还不高兴了。对不起。元宵，你还是个孩子。虽然爸爸忘记了很多以前的事情，错过了你的成长经历，但是你就应该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这才是你的任务。你一定要快乐，像以前那样生活，做好一个小朋友，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爸爸缺席了你太多的生活，但是爸爸答应你，接下来一定会让你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我们每天都一起笑，好不好？好。爸爸，我真的不介意佛佛姐姐当我的后妈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那她就是后妈的最好人选。刚好了1秒钟，又乱说话。我还年轻，谁当后妈呀？哎呀，是爸爸让我叫你妖女的，说这样太没礼貌了。那我以后就叫你妖女干妈好啦。我考虑考虑吧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为何忽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已久的幸福，在身边栖息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我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